你问，无紧啦，免啦，免啦。我紧啦，问你啦。60块啦。哦，60哦 ，OK。伊起价啦，较早40块，伊起到变60啊。伊迄落过一年了，就甲你起价啊。对啦，安尼啦。哪有无？Internet。美国公司哦，对迄个劳顾客拢足歹。足歹。啊，你啊开哦，伊开了后，伊过来甲你招，用较少。嘿啊。上好。应该顾客爱优调，爱迄落安尼用安尼。无法度，因的想法甲咱台湾人无共款。大家好，大家好，你好。丽丽姐，平安。平安。哦，你住伫遐足安全的城堡内底。大家拢安全，有上帝看顾啦。对啦，你含鸟啊嘛？你遐味，走你的厝，你的迄树仔味，安尼较安全的哇。大家好，平安。真好，你人真好。真好，嘿，我真好，你嘛真好。叫人好。是黑啦。你姐搞炸，你姐搞炸。莫输牛。安哦。有平安。都有较光啊。啊，莫输牛。有。戴口罩好，你有一个食物。戴口罩有什么食物？恁哥哥咧卖。面包、肉包。对，面包啊。啊，口罩。面包包起来啊。哦。敢唔对？叫面包。好啦，面包。无迄叫做包尔。等下，迄个你甲问。面较大的面都包起来了啊。面包。迄个等下，迄个啥物人？米奇先生来讲，恁咧卖口罩，口罩就是。伊讲，阮最近拢无口罩，无卖面包，无卖面包，面包起来。我讲一个笑话。他说：“平平，你今天的打扮超会搭哎。”伊无伫遮平平。他说：“的主亲，你今天的打扮超会搭哎。”超会搭啦。超会搭。你好聪明哦。超会搭啦。超会搭。哪有啦，随便穿而已啦。超会搭。伊可能是烟熏妆啊。配合烟熏妆去。讲迄个教中文的啦吼，伊讲老师教讲汉字中哦，凡是带3点水的，一定都有水，例如江啦、河啦、湖啦、海啦吼。啊，小明啊，就总结咧讲，啊那沙漠咧。沙漠。沙漠也是带水。无啦，啊边仔就是墨，就无水，墨无水啊，墨就是无。老师说，你给我滚！小明又说，老师，我滚的时候也没看到水啊。就皮耶。不是这个礼拜天有实体的教会啊，那像那天牧师娘弹琴的那个问题，
还没有办法克服嘛，哈。还没有办法克服。我订了一个电脑专用的收音的麦克风，可是要下个礼拜才会来。所以我现在我跟人家问了之后，他们说电脑的收音很差。那一般的所谓的网美，他们都是用专用的麦克风在用。所以我就又去查了看看这样子。那我买了一个，那会不会很贵100多块。那是网美在用的，我们是网红，用普通的就好。我这拢无，我拢看无呢，我拢看袂到呢。你接倒转来。我看会到你呢。哎呀，我的囡仔无啥好势。哇，你这不是目中无人。根本没有人。根本就没有人。牧师娘啊，你要上班了吗？下个礼拜3哦 training， 啊，你有高兴 training 之后再下一个礼拜1开始上班。哦，啊，你有欢喜不？普通。哦。你在这里问就当然要讲。他说普通的。第一个 moment 觉得很欢喜哦，后来想说，我的配套措施到底是有够无？哦，你知道我去剪头发哈，那个我的那个剪头发的，他戴口罩又戴那个 face shield 的。我本来有一点担心，结果我去，他都让一个一个进去，然后一个进去，然后一个在另外一个地方等，然后他接的客人不多这样子，我本来有点担心，不敢去。我们的好像也有限制，我听到其他的店说，就是最多我们的店头只能6个人在里面，客人。我想会哦，因为今天我们今天开始 LA 这边 LA County 的美容院都可以开了嘛，商店，可是他们都会 limit 啦，不要相信政府，咱自己爱做。数据拢骗啦。咱自己爱做。对啊，家己爱顾家己啊。自己爱保护好啊。因为伊若佫无开吼，CT 发袂出员工的薪水。因为 CT 有诶拢无薪假呢。拢无薪水通分呢。我迄当阵就烦恼主客在，若佫无上班就无薪水，看要安怎。阮看袂到我好啊。那阮看会到你呢。你看会到我看袂到恁呢。有啦，这个。哦，真的哦。食饱未？食饱啊！你食饱未？有听到我的声哦 ，OK good。卖口罩来。口罩来啊，卖口罩的来啊。啥卖口罩？我是看恁昨昏在遐上门人要买口罩，我讲，你是要买啥物种口罩？毋是你叫吴主席，就老师咧讲的啦。伊咧讲袂讲遐尼 serious 诶，伊拢凊彩讲，伊是咧讲迄耍嘴皮诶啦，啥物面包。脑筋急转弯的啦。哦，口罩。戴口罩的有一个食物就是面包嘛，面包起来嘛。对吧？你就是改卖口罩。加调皮哦。你是咧卖面包？阮即摆无咧卖面包呢。我在跟你讲嘛。我们面包。即摆甲包起来。嘛卖包子尔。你就要到4点关，开到4点啦。好。对啦。星期1到星期6。礼拜无开哦。无。礼拜无开。是即摆才安尼吼，还是以前礼拜堂拢？对，即摆呢。4点就下班，安尼袂歹呢，安尼较好吼。4点关，但是我无爱个无闲关啊，个有诶无。你爱工人，但无做到早4、5点。工人去上班，你敢爱你有啥物防护措施互因无？你讲啥物？有啊，老师，因逐个拢有爱用口罩啊。爱量体温无？我嘛有量体温呢，阮
阮外公去甲你摕温度计，伊来搞出来。凊彩讲讲。这礼拜无。啊，周牧师，好，这高炸，一节啊，平安。啊，是呀，平安，求我叔。平安平安呀，食饱未？爸，你今仔敢有告孙啊？我告孙啊，我哪知啊有去啊，毋是，有去呀呀，都等去啊。啦，牧师娘，我头仔牧师娘讲讲。当规日伫遮，阮真忝吼。你孙仔就两三岁尔嘛吼。啊，走来走去，小可无注意了。真忝哦，迄恁过几工遐？当过几工。迄真忝，今仔会才惊着。讲起来是足古锥啦吼，啊，毋过吼，代价足悬。真算咧，来差不多一两点后转去啊。真诶，真正是安尼。迄古早吼，阮查某囝袂出世啦吼。啊，上生啊生出来吼，啊，阮丈人啊3不5时敲电话来啦，啊，当时要带孙仔转来啦，啊，转去2点钟了吼，你好转去啊哈。毋是，你当时要走。对啊。是啊。你着爱甲讲钱纳了才转来，互你算了啊。即马即个 Corona 19吼，一寡爸母原来足辛苦诶。对啊。大家拢足辛苦诶吼。啊，是啊，我想讲，嘛辛苦啊，阿公阿嬷诶斗着嘛爱替人顾。是啊，互人拜托着啊。啊，你若免上班诶人啊？啊？我无上班呢，我无上班嘛真忝诶。我一个人爱顾2个咧上班。顾因诶食，顾因诶穿，搁爱款内底呢。哦，搁比上班搁较忝。那阮定定顾孙仔，啊孙仔就讲，阿嬷，Are you tired？你会遮顾嘴？你还都顾你？无，你无甲讲 I'm human not tired。对袂调。好来，7点得要5分啊，咱来开始啦吼。OK。咱来吟这首诗啦吼，最大的事，认识耶稣是生命中最大的事，认识耶稣是生命中最大的事，我要知他更深，我要知他更深。认识耶稣是生命中最大的事，信靠耶稣是生命中最大的事，信靠耶稣是生命中最大的事。我要爱他更深，我要爱他更深，信
命中最大的事，侍奉耶稣是生命中最大的事，侍奉耶稣是生命中最大的事。我要靠他更深，我要靠他更深，侍奉耶稣是生命中最大的事。来祈祷，天阮的天父，阮伫遮感谢你，伫过去将近3个月的时间，你保守阮兄弟姊妹伫逐角落拢得到安全。阮当看见政府宣布慢慢在恢复正常的生活时，阮搁较恳求主你特别的看顾伫阮的中间。阮知这个疫情事实上是还袂介稳定，但是伫需要经济的需要的时，政府需要来开放。阮的礼拜堂也被允准开始来自执。阮求主你，互阮有够野的智慧，会晓来自我保护，伫逐种会保护的方式，阮拢会当来实践，来互阮伫开放的这中间，有缘会当得到保全。祝阮为着过去的时间你的看顾来献上感谢。也搁一摆为着这第一线在付出在救人、在帮助人这的人来献上祈祷。祝你搁较大的稳定来改变三角地带，特别是开放了后的疫情，有可能会造成第一线这医护人员搁较大的负担。阮求主你会稳定改变三角地带。阮为了今日的组织，搁一摆献上感谢。伫今仔日的查经中间来帮助阮对保罗互提摩太甲以弗所教会的第7教士的中间，也帮助阮伫阮的教会中间，也会通来得到帮助，会通得到警醒。阮安尼来献上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来，咱请这个 David 先来带咱来读吼。今仔日拢总有26节吼。咱请 David 来读8节，请主信接落，搁读8节，搁来迄个建议兄搁来请周牧师安尼，好无？来。OK， 有听到吼，知吼。第一节，所以我的囝，你踮伫基督耶稣的恩，着勇行。你伫侪侪同情的人的面前，所对我听其这的事，着交托忠信的人，将来堪得教示别人的。你着亲像基督耶稣前练的兵，甲我受苦，既若出军的兵，无互世事颠叛，通互招募伊会欢喜。斗力的苦，若无照法度来斗力，就袂得到免流。出力着外的做实的，出力着外的做实人，较大声得到妥善是合宜。我所讲的，你着想伊，因为主要互你伫逐项代志聪明。记得对代表的互会所出的耶稣基督，伊对世人中过我，拄照我的福音。好来，我读到13，好无？好。我为着这个受苦，甚至受罚，亲像惊歹的人一样，总是上帝的道理无受罚。
所以我因为受敬的人来吞论一切的事，也互因也有分伫基督耶稣的拯救甲永世代的眼光。有一句通神的话，就是讲，若甲伊同死，也要甲伊同活。咱若吞论，也要甲伊相做王。咱若唔认伊，伊也要认咱。咱若信，伊犹原是信实，因为伊话背答应。来建议兄，麻烦你读到19节。你着将这个代志，互人会记的，也伫主的面前吩咐因，唔通因为言语来相争，这是无利益，搁会败坏听的人。你着注意，互上帝看你做好处的，做免见效的做工人，要以来推拆你的道，来闪避粗俗的语词，因为因要预告啥？不肯。因伫话生炭，亲像通毒，其中有寡米来基为你毒啊，安尼哦。论到真理，因已经切流，讲我的已经过身，就败坏我人的心。对啊吼。好，来，周牧师，请你读啊结束20。总是上帝坚固的地基徛咧，更有还有邓因啊讲，主说伊家己的人，家己的人，佮讲，见若称呼主的名，会离开无义。今仔日伫大厝内，伊的器具若有金的、银的，也有茶的、土的，有的做贵气的路用，有的做下贱的路用。所以人若清气家己，脱离这个，就要做贵气的器具，正性。合伊主人的路用，便通做各项好的事。若闪避少年人的私欲，来甲互这个出于的清气的心，求救主的人三角罪义、信、忍耐、和平。若是有望无学问的辩论，恁就离开因，因为知影对这个会生出冤家。独主的奴仆，毋通冤家，就温柔来款待众人，教是忍受侮慢。用温柔境界，互这个逆的人检察上帝，互因反悔，通来实真理，家己行恶，来脱离魔鬼的话调，因为互主的奴仆活退着，来食上帝的旨意。再过来。好，多谢。我来开始读中文的吼。
安尼讲有听到无？有。OK， 好。哎，我儿啊，你要借着基督耶稣所赐的恩典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证人面前从我领受的教导，你也应该交付给你所信任而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作为基督耶稣的忠勇战士，你要分担苦难。一个入伍的兵士要争取长官的嘉许，就不能让营外的事物缠扰他。一个赛跑的人在竞赛的时候不遵守规则，就不能得奖。辛勤耕作的农夫应该首先享受所收成的谷物。你要思想我所说的话，因为主必定使你能领悟一切的事。你要记得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代，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所传的福音。过来请什么人呢？简律师，你可以可以呀。好，来，麻烦你读到13节就好了。没问题。我因为传这福音而遭受苦难，甚至是捆绑，像囚犯一样。但是上帝的话是不受捆绑的。因此，我为了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忍受这一切，好使他们也能得到那从基督耶稣来的拯救和永恒的荣耀。以下这话是可靠的：如果我们已跟他同死，我们也会跟他同活；如果我们忍耐到底，我们也会跟他一同掌权；如果我们不认他，他也会不认我们。如果我们失信，他依然信实可靠，因为他不违背自己。你要提醒大家，对不起，没关系。OK， 谢谢。好，谢谢。平平，麻烦你读到18，好不好？你要提醒大家，在上帝面前郑重地劝诫他们，不要在言辞上争辩，是毫无益处的，只会腐化听的人。要努力在上帝面前做一个经得起考验、问心无愧的工人，正确的讲解真理的信息。要远避荒唐无稽的公谈，因为这一类的谈话使人远离上帝。他们所谈的是像那腐蚀肌肉的毒创。这些人当中有苏米乃和腓里图，他们离开了真理，竟说复活的事已成过去，因而动摇了某些人的信心。好，多谢。周牧师娘，麻烦你读好无？19节。可是上帝所建立那巩固的根基是不动摇的，在这基石上面刻着主认得属他的人，又刻着那自称为属主的人必须离弃邪恶。每一个大屋子里都有许多器皿，不仅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的用在特别的场合，有的用在普通的场合。21节现在21号，现在人如果自觉脱离一切邪恶的事，就能够被主所器重，因为他已献给主，为主所重用，来做各样善事。你不要像少年人意气用事，要跟那些心地纯洁、祈求主帮助的人一同追求正义、信心、爱心与和平。人要弃绝那种愚拙无知的辩论，你知道，这种辩论往往会引起争吵。主的仆人不可争吵，他应该和气待人，殷勤善导，处处忍耐，用温柔规劝敌对的人，也许上帝会给他们悔改的机会，
使他们认识真理。这样，虽然他们被魔鬼抓去，被迫顺服了他，他们也会醒悟，从他的网罗中挣脱出来。谢谢大家。OK， 今仔日的经文较长啦吼，26章吼。咱大概来 review 对中文者吼来 review 吼。咱的麦克风会当开啦，咱做伙来看这个我甲这个空白起来吼，咱过来 review 一下，看念伊来看这个重点安尼啦吼。伊讲我儿啊，你要借着耶稣基督耶稣所赐的恩典怎么样？刚强刚强起来吼，这个是重点啦吼。就是讲你若转来看整个提摩太前书、后书，咧讲到以弗所教会的时阵，提摩太所拄到这个牧会环境，所以伫遮伊安尼甲讲爱刚强吼，这有伊的意思伫咧啦吼。你在许多什么证人面前，证人面前哈，从我接受的教导，你应该交付给你所信任而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照讲，咱前礼拜咧讲到迄个平平有咧讲到这个所谓的 mentor 哈这个牧会学安尼吼，其实牧会学以外，咱对遮会当看到吼，这个叫做师资班呐。伊就是讲，毋是我要训练你做工人尔，要训练提摩太，你搁去训练人，你去做教导的责任吼。这个有伊的足较深的意思伫这个所在。作为什么？基督耶稣的忠勇战士。要分担苦难的哈。OK， 一个什么？入伍的兵士要争取长官的嘉许。官的嘉许，他就不能让营外的事物缠绕他。OK， 咱若有 print out 哈，你甲看迄个台语的翻译，台语的翻译毋是写入伍，是咧讲伫战争、伫战场上面的意思。台语的哈。所以有些翻译上面有些花程度上的差距，原来意思是咧讲上了战场的兵士啊。第五节，一个赛跑的人在竞赛的时候要怎样？不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就不能得奖赏。这个很事实嘛哈。咱若像看奥林匹克比赛时阵。有足侪人用违禁品对不？就取消了资格嘛哈。OK， 第六节，什么样的农夫？辛勤耕作的农夫应该要首先享受所收成的谷物。OK， 这当然伊这个倒转来伫头前伊所咧讲这会付出。着我的当工，着爱安那爱做功德应得公价，迄个意思是同款的啦吼。第7节，你要思想我所说的话。哈，定定讲这种话啦，讲我的教导啦，我现在活着怎么样？伊拢讲用我，但是后边佫有一句话佫较重要，就是讲。因为怎么样？主必定使你能够领悟一切的事。OK， 所以保罗咧讲，我所说的话不是我的话，是谁的话？是主的话，主会让你明白一切。所以伊定定讲这了吼，伊讲一句结论啦，咧讲结论讲，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做一切，我所讲的一切，拢是为着主这介重要的一个角度。你要记得，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代，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所传的福音。
这个伫保罗的神学中间足重要，足重要啊！我因为传这福音而遭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囚犯一样，但是上帝的话不受捆绑。OK， 因此我为了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忍受这一切，好使他们也能得到那从基督公过哪拜哈，的什么拯救和永恒的荣耀。OK， 以下这话是可靠的。如果我们已跟他同死，我们也会跟他同活。如果我们忍耐到底，我们也会跟他一同掌权。如果我们不认他，他也怎么样？不认我们。OK， 这耶稣自己嘛，我讲过哦，哈，等下咱讲哈。如果我们失信，他依然信实可靠，因为他不违背自己。OK， 14节，你要提醒大家，在上帝的面前郑重的劝诫他们，不要在言辞上争辩。OK， 那是无利益的，毫无益处，只会腐化听的人。我感觉这句话足重要，足重要哈。嘿，15节，要努力在上帝面前做一个经得起考验、问心无愧的工人。问心无愧，正确的讲解真理的信息。提摩太前后书讲到讲了几次真信徒真理的信息啊。16节要远避荒唐无稽的空谈，这一类的谈话使人远离上帝。好，17节他们所谈的像那腐蚀什么肌肉的毒疮。哦，这些人当中有苏米乃和斐图。好，伊甲遮的人讲啊，足严重的迄个啊吼，咱知影讲，倒伫眠床伤久的人吼，你若无甲冰心，伊会深入疮对无？吼迄拢会腐蚀肌肉啊吼。这两个人吼，保罗讲亲像安尼，意思就是讲，他们是在让基督徒怎么样远离上帝，会让基督徒死亡，会让教会因为他们的错误教导支离破碎哈。大概在跟你讲这个概念安尼啦哈。OK， 他们离开了什么？真理。说复活的事已成过去，已成动摇了某些人的心。OK， 所以他的所谓的毒疮，就是咧讲啥，离开了真理，因讲的话无伫真理内底哈。OK， 19节，可是上帝所建立那巩固根基是不动摇的，在这基石上刻着当认属他的人，又刻着那自称属主的人怎样？必须离弃邪恶。OK， 好，离弃邪恶跟前面的离开真理拢同款的意思这个离开真理，保罗咧讲的焦点是啥物呢？就是复活咱把迄个前后文连起来了，伊的中心思想伫迄个基督复活的代志。20节来，每一个大屋子里面都有什么？许多器皿，
不仅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的用在什么？特别的场合，特别的场合，有的用在普通的普通的场合。OK， 咱若准看迄个台语汉字的翻译吼，伊写了会较要怎讲？较迄个差别较大吼。比如讲，20节伊讲有诶做贵气的路用，有诶做啥物诶下贱的路用。哦，伊甲迄个差别讲了较明显啦吼。嘿，啊，伊伫遮保留有伊特别的意思吼。咱下面来讲，人如果自洁，然后呢？脱离一切邪恶的事。OK， 脱离一切邪恶的事，就能够被主所器重。OK， 然后呢，为他以献给主，为主所重用，然后呢，来做各样的善事。OK， 所以迄个基督徒受呼召是为了要做各样的善事。好，这个我无用了哈，不要像其他年轻人这样子哈。我表我无用到，是的。好，我们来读一下。你们不要像少年人意气用事，要跟那些心地纯洁、祈求主帮助的人一同正义、信心、爱心与和平。后壁这个特质嘛，会当讲到基督徒的果实，也是讲品格啦吼。来23。要拒绝那些愚拙无知的辩论，你知道这种辩论往往是引起争吵了哈。再来，主的仆人不可争吵，要用温和，应该替代人，要殷勤，处处要忍耐啦。你若挡袂掉了，甲人冤家啊吼。来。假辛苦，用温柔规劝敌对的人，也许上帝会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使他们认识真理。好，来，这样他们虽然被魔鬼抓去，然后呢，被迫顺服了他，他们也会醒悟。从他的罗网中挣脱出来。OK， 好，来，同款吼，我同款佮甲这个地理位置，佮互咱了解，咱会当知影讲迄个背景啦吼。以弗所是伫即摆土耳其，佮在亚细亚的所在，啊，伫海边，所以是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必经之道啦吼。真富庶的所在，杂处了犹太人，杂处了很多外族、通商、军事，这个代志，所以因有足侪语言上面，有足侪民族上面，还有宗教上面的一些崇拜的混杂伫这内底伊就是一个足复杂的一个环境内底，所以伫遐咧牧会，特别是伫这外邦教会来讲，对提摩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然后他又是一个年轻人，那犹太基督徒基本上是对长者比较尊重所以因对长者拢叫做长老，也是讲咱原住民族讲叫做啥物诶，叫做耆老。就是讲年纪大的啦，迄个行过的桥比你食的米比你食的羊佫较济迄种大概迄种的，所以因对年轻人有时候不是那么的尊重，所以咱会看你讲前书还是后书家一直咧强调，特别前书的时候讲叫提摩太不要小看自己年轻嘛会让这表率安尼好。伫这个足复杂的环境里面，有一个真重要是讲，伫希腊文化内底，因足追求啥物诶？足追求智慧，足追求智慧。所以因会感觉讲你少年人
迄个咱台湾话讲，囡仔人啊，有耳无喙啦吼，所以你感觉讲你著捌无几批咱的吼 ，OK， 好来。基本上，今仔日的经文吼，分做2个大段落啊。第一个段落1到13节咧，讲到基督精兵的概念。你若去看和合本圣经的翻译，他就用基督精兵的字眼了哈。这咱会较清楚啦哈。14节到26节，伊大概咧讲是讲做一个无亏欠无愧的工人哈，亏欠无亏欠上帝这个工人安尼哈。所以咱会通看见讲，提摩太后书基本上伊是伫接续，当然是接续第1章，特别是15节到18节这个中间，伊咧讲到讲有人背离真道，然后背弃了同工。那伊伫第1章的时阵有提到阿尼色弗这个家庭是一个足忠心的一个奴仆，吼。嘛用安尼来做一个对比，咱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有看到2款无共款的人吼，有迄个背叛的吼，讲离开真理的话，爱要记伫中心吼，所以伊保罗伫遮上主要咧劝勉伊有所教会的同工劝勉提摩太做一个无亏欠的工人，然后继续对抗这个以弗所教会地区的这假教师啦，吼，这个是较重要的一精神这个所在。OK， 拄开始的时阵，咱来看第一节吼，恁有 print out 的，恁来看恁的第1节的经文，你看，中文吼，伊就开始讲，我儿啊，你要借着基督耶稣所赐的刚强起来，对吧？哈，但是。咱若准看台语的翻译是较下伫原文的意思。台语所以，这个所以的意思就是讲，我现在要写后面的话跟前面有关系。你了解无？英语叫做 therefore， 就是讲我头前讲遮吼，遮个人背叛真理啊吼，所以你着爱安怎？伊甲这个做一个 connection， 做安尼连接起来，安尼讲到这人背叛这个同工，也是咧背叛耶稣基督。对安尼，所以你着爱安怎做？伊讲你伫基督耶稣着勇行啦，这是台语的经文啦，中文讲啥？你要怎么样？刚强起来，刚强起来，这句话伫迄个摩西交代这个约书亚的时阵，伫约书亚书定定出现对吧？所以系刚强壮胆这个嘛。所以这个2个部分，咱就真清楚知影讲，保罗要甲伊讲的话，大概是安怎的意思吼？第1节到13节是做基督的精兵，做一个忠心的奴仆。保罗用3种无同款的日常的职务。来形容要安怎做一个基督精兵，伫这个内底，第1个当然有讲到这个军人啦，吼，然后有讲到这什么农民对吧？搁有迄个赛跑的人，第1个是军人，第2个是赛跑的人，第3个是农民啦，所以伊用3个职务来形容讲，你要安怎去做一个忠心的奴仆，做一个基督精兵，大概伊是用安尼的角度咧写。第11节到第13节，其实是一个足你若是看英文，若是看这个原文的迄个经文的时阵，伊是写了足成一段诗啦，一段诗，伊用安尼来勉励提摩太，来勉励提摩太。第1节讲我儿啊，当然。伊嘛是咧继续伫迄个头前所咧讲的写互亲爱的囝提摩太这搁一摆来指出2个人的关系保罗对提摩太的即种的疼心，好那一个老爸对囝的即种的关心安尼伊讲借着耶稣基督所享受的恩典，
提醒提摩太不要靠着自己的力量，是要靠着主的恩典、基督的恩典亲像我拄则讲讲上帝对约书亚的勉励，就讲你着要刚强壮胆要变为刚强的。今仔这个经文内底，其实是有甲你讲，意思是讲你本体是软弱的，你要变为刚强软弱变为刚强这个是嘛咧回应讲，伊伫进前咧讲，你莫小看你年轻，大概是这种的对话中间，因为有拄着困难，伊敢在有小可失去信心。也是讲需要人甲伊鼓励所以伫即个所在保罗有较强烈去讲你爱安那？较勇敢的。刚强起来就是讲你原本不起来嘛，所以你现在刚强要起来，爱起来，来安尼不要让人家看你年轻，所以要能够奋战要能够奋战。所以伫经文的中间，亲像约书亚的圣经内底讲，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大概是安尼意思咧甲伊讲原文的意思是讲make strong， 就是讲你本来软弱，所以 make strong by 啥物 ？by Jesus Christ。唔是靠你家己，爱靠耶稣基督来刚强靠主来刚强。第二节伊的经文咧讲到伫济的证人的面前所以伊可能搁一摆咧讲到，我甲你换手，这是第1章第6节，所以讲，所以我提醒你，那在我为你按手时，上帝所赐给你的恩赐，按手的时候，通常拢有一个公开仪式，但是照圣经的学家咧讲。保罗咧做教导的工作的时阵，通常拢是公开在教导，所以伊有足侪证人有足侪证人。提摩太前书第4章14节讲，不要忽略你属灵的恩赐，这恩赐是借着先知和的预言和长老们按手赐给你的。所以意思就是讲，提摩太受按立的时阵，是伫众人的面头前有侪人作证。然后伫迄个所在，伊又甲伊教导，甲伊提醒，包括咱伫迄个提摩太前书第6章倒尾讲你们，咱大概会当约出来讲，这个批是借着提摩太要互以弗所教会公开信，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证明啦证人安尼大概遐个概念在咧讲伊讲第1章第6章，我为你按手时，上帝所赐给你的恩赐所以咱会通知影讲，保罗伊的迄种教导的习惯，就是真公开的所以写足侪批信拢是互教会拢互教会，互私人的无介济啦伊拢是互教会所以伫第2节的这重点的时阵，咱会看讲，我安尼甲你教了后，你嘛爱会晓去教互你所信任的人，然后教导他们，也教导别人。所以伫这个所在看见讲，保罗真注重迄个同工的训练，在职的训练，但是重点是爱会通受信任的。咱若用迄个5章22节的经文来讲，保罗甲提摩太讲不要随便给人怎么样按手。所以你得爱去选遐会通信任的，伊阁有才调去教导的人。而不是随便挖一个萝卜坑，放一个萝卜进去，不是安尼啦所以这个训练真重要，伫这个所在。再来，伊讲伊爱会通教导，他要能够教导人他要有迄种的qualify， 还是讲有迄个 ability， 伊会当去做，不是讲。阮即摆主持学足侪囡仔，无人无你来斗教一个。咱通常伫教会内底定定听见即种的讲法，但是伫保罗的教导中间袂通安尼，就是讲你爱知影讲伊真正会通做即种的服侍，
因为道德会去影响人的信仰品质，会影响人的信仰活命吼。所以伫天父台前书5章21节，咱伫迄个所在，咱咧讲，我在上帝基督耶稣蒙选拣选的天使面前，郑重的吩咐你遵守这些教训，不可在任何事情上面有怎么样偏见啊，或是成见。所以这叫做能够教导爱会正，爱伫一个主的教导内底。第3节甲第6节是咧甲伊讲，你著爱成做一个基督精兵啦中文现代译本是讲忠勇战士来讲就有会通伫上战场的战士啦咱知影基甸呢？你知影基甸的故事无？基甸的故事勇士，上帝拢无爱足侪人，有无？基甸的故事后来越挑越少，越挑越少，少到多少？剩下300壮士。安尼就有够啊啦所以爱成做迄个精兵，而不是散兵啦这个概念伫遮真清楚啦用第3节开始入去，伊用3种无同款的职务来形容基督精兵的概念。伊爱伫专心伊讲一个基督精兵不应该被营外的事物缠绕。你若伫迄个战场顶管台语的翻译伫讲，你若去征战的时阵，不是入伍而已入伍通常足侪人会受影响刚刚当兵的时候还在想外面的世界足正常，但是伫上前线的时候，迄已经是训练了后上去咧作战这个就是咧甲提摩太讲，你现在是在前线跟这些假教师在战争，在跟撒旦的作为战争伊咧讲这个概念伫这所在。所以伫第1章的12节讲，为这缘故我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他所交付给我的，直到那日。那你刚有咧讲这个代志伫提摩太后书第1章的12节，讲上帝交互你的，你知影要安怎来认真来专心遵守第5节，讲一个参加比赛的人爱遵守规矩今仔日个devotion内底，咱有讲到迄个界限那界限就是一个规则啦。上帝就给你这样的规则，也许你觉得不合理，但是这个就是规则这个就是规则足侪人拢爱讲美国的总统的选举甲其他国家无同款啦对吧？你知影3年外前希拉蕊的得票数比川普还要高，对不对？但是川普当选了，为什么？因为他选举人票赢了因为美国是一个 United States 是联邦的，所以用州来去算票用安尼有足侪人讲安尼无公平啦但是我要爱讲的是讲，你参加这个总统选举，不是尾人家改规矩的，那个规矩上的物件，你就是遵守这样的一个规则当然伊无够合理的所在那就去修宪，那就去修法就是讲，伫这个概念中间，咱要安怎来遵守迄个界线，遵守迄个上帝予咱的规矩，迄足重要的伫这个所在。保罗嘛咧提醒提摩太爱对这的人的教导同款，他自己也要这样子再来享受了享受这个字对汉字来讲有一点比较不是那么正面的，不过基本上就是说你可以先得到这样的一个 benefit 祝福然后讲辛勤工作的人会第一个享受到收成。那举一个例啦有人咧讲圣经里面教导的饶恕很困难因为你要饶恕别人我讨厌的人欺负我的人，我怎么饶恕他但是那伫心理学家也是对伫迄个信用的角度来讲，当你饶恕的时候，第一个获利益的人是谁？你自己，是你自己
其实有一点类似啦哈，所以虽然无介共款，但是有一点类似。是讲你若安尼有付出，你的第一得到迄个利益啊，是讲上帝互你的祝福啦哈。OK， 第7节到第10节。要讲到你要哈，你要怎么样？伊就伫遐咧讲到真重要的代志哈。第7节到第8节拢用你要来做开始啊，所以讲你要思想我所说的话啊，你要记得耶稣基督。所以你要思想我的话，不是真的我的话，我的话是指什么？指耶稣基督。指耶稣基督啦。第7节的你要跟第8节的你要其实是对应的。了解牧师要讲了不？然后我所说的话其实是耶稣基督的事情。他是什么？是大卫的后代，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是我所传的福音。那是我的话啦。如果我说的话都是讲保罗怎样，那就没有价值了。伊要讲的是讲，迄个做一个基督精兵，你的爱去了解要所传的物件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福音啦哈，不是保罗家己的话哈。所以思想我的话，进一步纪念主的复活；思想我的话，到主必定使你能够领悟啊，这是一个对比的话啊，相关的。当然，大卫的后裔，咱知影保罗咧指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啊，咱会当看撒母耳下卷的这经文，咱就无搁直接来讲啦吼。咱会当有时间会当去看吼。咧讲到这个，讲到耶稣对死搁活，伫罗马书第1章第3节第4节，伊讲论到伊的囝，我的主耶稣基督，照肉体来讲，伊是代表了父的所生的。咧回应今仔日的经文吼。按圣灵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这是初代教会的信仰告白哈啊，用以确信安尼哈，就是咱的使徒圣经啊所咧个别的信用伫这个所在啊。伊讲我所传的就是迄个耶稣基督的个活啊，耶稣基督的个活，伫哥林多前书啊，保罗捌安尼讲，若无个活，就无啥物通好去传的吼。第9节讲，我为着这来受苦吼，我为着这来受苦，我因为传这福音而遭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受难。咧强调亲像囚犯一样，你知影囚犯伫当这时来讲，是迄种杀人犯或是政治犯，亲像耶稣顶伫十字架边仔迄2个强盗共款，吼。保罗要强调是讲，我嘛是无罪的人，我受掠是因为咧传国我的福音，然后去用当作强盗，安尼来掠去来做cứu赎吼，伫这个所在啊，其实保罗咧所讲的这个，嘛是耶稣基督的所面对的苦难，敢毋是安尼？好，第9节讲，虽然我受捆绑。但是上帝的话无受捆绑，这保罗讲出一个真重要的真理，也是咱最近的中间牧师嘛定讲到，讲伫接续的基督教的发展的中间，基督教每一摆拄着压迫的时阵，信仰的广传搁较紧，搁较快吼。这是真值得咱对历史的中间去看到，也去思考的。第10节讲。忍受这一切啦，吼，就是讲，保罗强调家己的受苦是为着这个福音，忍受这一切，就是讲那些不公平的待遇、莫须有的罪名，这就符合耶稣基督伫山上宝训，伊伫山顶教示人的时，讲为着伊受逼迫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伊讲我所讲的这个拢是真实可靠，这是伫11节。接下来，伊讲伊后壁所要讲的，伊讲我们跟他同死，就要同活，吼，就是讲咱甲主同死，嘛要去同过活的意思，吼，与基督同死啊，然后与基督同复活，肉体死，然后灵性的过活啊。基督徒经过洗礼来表明咱伫罪内面的死啦，吼
啊，借着耶稣基督国活的救恩，咱甲主同国活。所以伫即个所在，保罗有小可咧劝勉提摩太爱为着基督来为性命的准备的意思。那即个咱倒转来伫迄个第3节，今仔日个经文第3节，伊讲，作为基督耶稣的忠勇战士，你要怎么样分担苦难？伊的意思是讲，伊要预备受苦啦，亲像我共款安尼吼。12节就是讲，你要忍耐到底，耶稣嘛捌安尼教导，伊讲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你要怎么样？要坚持到底外邦基督教的教会，拍摄咧帮影片受到逼迫，除了来自罗马帝国压迫之外，嘛个犹太教嘛咧甲因逼迫。保罗伊本身嘛捌成做一个逼迫者保罗提到提摩太的时候，就是讲，你爱伫即种环境的下面，包括假教师，包括人看轻伊少年包括伊咧面对这种外邦基督徒的压力、犹太基督徒的压力等等这的，所以伊伫遮咧讲，你爱忍耐到底。意思就是讲，提摩太的误会无遐简单啦。伫以弗所教会咱讲遮拢是啥物货？盐甲饱安尼啦迄意思啊OK， 所以讲，你若伫迄个所在会通来忍受的时阵，咱就会甲伊安那。一同掌权，一同掌权。其实伫经文内底咧讲着讲，伫末后的时候，有一些人会跟主一起来做审判的工作这是伫经文内底。当然我有遮用举一寡经文的例伫遮咱会当慢慢来遮来家己来看啦过来，伊讲着你若毋认伊，伊嘛袂认咱啦这耶稣基督家己的话啦伫这个马太福音第10章32节，耶稣讲，那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要认他；那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父之前也不认他。所以耶稣家己讲这个话，保罗只不过引用主的话来甲伊讲你这个指什么呢？这个指遐个假教师，后壁伊就讲着2个人。其中一个人伫上头前提摩太前书的时阵，就已经有讲着讲你袂当无认伊，袂当伫迄个压迫的下骹来否认，亲像即马伫中国有足侪教会遐个牧师、遐基督徒叫压迫，就讲我这个是假的安尼但是伫即个压迫的下面，保罗咧劝勉提摩太讲。你要能够忍耐到底，你不能不认他，因为他是复活的主，他是基督所以，咱若看见伫提摩太后书第1章15节到18节，咱看见迄个2个亚细亚人这个因就无要去认坐监的保罗 ，maybe 因感觉讲真见笑，阮所军队老师去坐监彼得嘛犯这个错误，敢是安尼？伫耶稣受掠的时阵，假提进前伊3摆安那无认主但是彼得伊有悔改伊有认罪，然后主佫甲伊问讲：你爱我吗？3摆伊讲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安尼这个是彼得的代志，咱伫后壁会去讲着，就是亲像。后壁的经文咧讲上帝互咱机会啦刚才伊讲主永不改变。保罗讲，如果我们失信，他依然信实可靠，因为他不违背自己OK， 这样我想到什么人呢？古约一个先知，上帝叫伊去宣教，伊无来，伊就流宣，佮去上帝掠倒转来，什么人？用那啦伊第4章的时讲一句话，因为我知道你就是那个蛮有慈悲怜悯的上帝啦，你绝对会后悔不处罚人啦，因为上帝信实可靠伊嘛知影啦伊嘛是知影所以虽然咱失信，但是上帝依然信实可靠，更互咱来挖可
这是第一个大段吼，这个过来就是14节到26节咧讲对抗这个假教师的代志哈。14节讲提醒大家所提醒的事情吼，是讲保罗遮头前所咧讲的遮个劝勉，也是讲伫头前遮，伊就开始讲，你要安怎去对遮个假教师？咱有当时会感觉讲吼，哦，拄着遮吼，我一定该变啦，吼。变啊吼，咱讲真理越辩越明啊。有当时啊吼，当咱咧辩的时阵，足侪人听的拢听迄个假的，也是讲错误的教示啊。所以保罗伫遮做一个真重要的提醒，不要在言辞上争辩。与人在言辞上争辩是毫无意义的，毫无益处的。不但如此，还会腐化听的人。这是足好的提醒吼。我定定拄着一寡足爱甲人辩的人吼，其实有当时吼，你宁可莫甲伊讲话啊，因为伊就是专门要甲你鸡蛋里面挑骨头吼。那想怎么样，都有办法给你挑到骨头啊，甲你讲到安尼吼，啊，其实伊拢是无意义的吼，拢无意义的。啊，因为边仔咧听的人，伊根本搞不清楚倒一个人是讲的是真的。伊真有可能照单全收啊！其实这个问题伫现代的人最大的危机伫倒位？伫网络顶管，我们随手可得很多的资料，可是我们不能分辨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那这有一寡问题，嘛，诚做咱的提醒啦吼。网络发达这个时阵，咱要怎去辨别有的人足够讲啊，吼，讲我。喙甲全破安尼吼，但是伊到底是在讲真诶，还是讲假？伊咧炫耀自己的辩才，还是讲伫神学顶端来论家己诶财物，还是伊照着真理诶教示，伫迄个所在咧提醒咱？我想这是咱现代人需要去学习分辨的啦，吼，学习分辨诶。15节讲，你得爱经得起考验。努力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人，做一个问心无愧的工人啊！就是讲，你照你应该爱做的去做，你要有你家己的坚持，真理顶悬的坚持啦吼。就算去用误解，你嘛无要紧；就算去用甲你逼迫，你嘛无要紧啦吼。你要正确的讲解真理的信息啦吼。正确的讲解真理的讯息，这个伫迄个经文内底有足深的意思吼。台语的圣经里讲，照正义来开拓真理的道理。这个开拓的意思是讲，开一条路，死正甲破咧吼，互伊会行到迄个主耶稣基督遐啦吼。来讲，在沙漠开道路哈，伫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哈。啊，这个就是要互咱来去到迄个去到主迄个所在，所以死正来破迄条路，毋是乌白伫遐歪错哈，迄个讲的哈。再来讲，要远离荒唐无稽的空谈哈。提摩太前书第6章的时阵，咱有看到哈。因为这种的话，互人离开上帝吼。咱讲一寡有空无顺的啦吼。这种的福音最主要是要互人来归伫主，毋是要互人离开上帝。伫遐个所在咧讲迄个讲饲5000人食饱吼，这5000人拢查甫人啊吼。你基督徒吼。足无意思的，拢查某人无算人，囡仔无算人，都不是人。这种是无意义的辩论啦，吼。讲咱知影当初时的背景，就是讲，因咧点人数是点下场战争的人，所以负责人甲囡仔伊无算数，老人嘛无算数。这咱知影伊的 context， 迄个无需要再辩人吼，甲辩嘛辩袂煞啦，吼。17节讲。他们所谈的是腐蚀肌肉的毒疮啦，吼，这是一个医学名词。咱也知影讲，照咱现在来讲，你若倒久会有褥疮，就是讲，细菌会慢慢食咱的肌肉，吼，会互咱败坏。意思是讲，
这种的话，亲像安尼，会互教会慢慢败坏，会互人的信仰慢慢败坏，对教会负面的影响。教会无需要去做这的辩论，咱需要较认真去追求迄个真理啦，绝对不要去坚持讲真理越辩越明啦。我牧师相信讲真理上帝会让他自己来开明啦，无需要咱对上帝来辩论好，再来，伊这个中间有苏乃米甲腓利图伫《提摩太前书》第1章20节，苏乃米伊的翻译无共款啦苏乃米伫这个所在会通知影讲，虽然去赶出去伫教会，但是依然有伊的影响力这个人是诺斯底主义的搁咧影响这个教会中间，所以保罗伫遮才会用毒疮来形容因啦。因这个人所传的话，拢毋是伫真理内底影响济的人。18节伊讲离开真理尽说复活的事以前过去，意思讲无影无这啦，即摆已经拢无这个代志啊所以有的人就开始动摇耶稣的讲话到底是真诶假啊？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就较完整来谈论这个代志。我甲基督教的信仰这个我的信仰会通讲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这段话是一个做standard 的 model 伫迄个所在真重要的宣告第19节伊讲你要巩固了和本来翻译是讲要坚固伊讲这个根基是不动摇的，站住不动或是坚定不移的意思啦所以你迄个根基，你的信仰的根基就是迄个上帝讲，上帝所建立的那巩固的根基是不动摇的。这个基石顶悬刻什么呢？主认得属他的人，意思是讲真信徒啦。这个基石在指什么？是整个教会真信徒所组成的一个教会的核心。主捌伊的人伫约翰福音路加福音，耶稣若讲到迄个羊的时阵，伊拢会讲伊特别咧讲着讲羊会晓听主人的声主人嘛会知影家己的羊大概是安尼的意思伫遮所以主知影伊属伫伊的人是啥物人毋通讲家己讲我是属主的人，佮离弃离开，然后应该要离开那个邪恶啦袂当讲安尼一方面讲我属伫主，却还是跟邪恶走在一起牧师用迄个民数记16章的经文大概保罗咧讲的概念是对这来的因为明天早上上主要指示我们谁是属于他，要叫属于他的人，就是他所拣选的，到祭坛接近他。所以主知道谁是属于他的，要叫他们来亲近他。这个是真清楚的嘛，下伫耶稣用迄个羊甲无各样的人的关系安尼20节。保罗用一个大户人家足好野的人来形容教会，也是讲形容上帝国，形容上帝国。伊用无同款的 materials 来讲上帝国内底的人的组成。伊内底有金的、有银的、有木器、有瓦器。伊讲有的用伫特别的场合，有的用伫普通的场合。迄个意思就是讲。咱会当看哥林多前书12章，还是罗马书第12章。罗马书第12章的头起先第1节到第3节中间，保罗有讲咱得要安那，要看自己怎么样，用中庸之道看自己啦。看家己拄啊好就好。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对，不要过于所当看。你是金器，你就自己知道你是金器；你是瓦器，你就当瓦器，好好当瓦器；你是木器，你就好好当木器。因为
每一个不同的器具拢有伊的功能。你袂当互囡仔讲来，你去遐算加酒啊，用进气去算，哦，毋是安尼我想伫即个所在，保罗用无共款的 materials 咧讲着，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头前，拢有伊所得到的恩赐，甲伊的才调。咱只要尽咱的本分伫遐服侍，然后即个大家庭就充满一个和乐。哥林多前书12章甲罗马书12章，拢讲到一个身体有一无共款的肢体，咱要安怎来成做一个一体来做服侍，个概念共款21节，伊讲人如果自洁，就要脱离一切邪恶的事。自洁就是爱清气嘛金气、银气、木气，也是灰啊。你若无洗清气，你敢会摕出来用？咱袂摕出来用嘛也是讲你有机会用伫看到讲毋知倒一个凊彩回一个洗无清气的，你看到迄个碗，你敢会摕来用？你可能哎呦，好，等下去洗，对吧所以伊要爱脱离一切邪恶的事因为咱爱献给主互主来重用，爱清气家己，做各样的善事。做好的代志，会通得物件是做有效的功能这是21节落尾所咧讲的。22节说，你不要像少年人一样意气用事和本来翻译是讲私欲啦那个私欲就是讲肉体上面的，意气用事也是我会记得细汉的时阵迄个。看迄电视广告，看到迄个感冒药有无？要甲你好，我甲你好，要甲你好，我讲到你会记无迄个也是安尼伫个小学时阵跟同学联下，对不对？走横汉界，你不要给我超过，有无？安尼所以咱慢慢这是种意气用事的有没有情绪在这代志那我们倒是要跟那些心地纯洁的人，亚说公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这个帮助咱啦祈求主的帮助的人，用指着虚心的人我嘛是用那个山上宝训5章的经文伫遮来看，爱追求的正义、信心、爱心，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特质啦23节讲要去绝这些愚昧无知的辩论，一个在强调，意思是讲那一些离开真理的人，很喜欢在教会跟人家辩论，找人家辩论。比如讲，我捌甲咱分享过，讲我捌有教会的信徒甲我写 email， 也是用伊的文章互我看，伊就咧讲旧约袂通信。伊讲我是足虔诚的基督徒，但是我毋信旧约。你要甲伊讲吗？无法度甲伊辩啦，无法度甲伊辩。因为你来讲，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这道，我无人会当到白遐去。白咧指啥？咧指旧约的上帝你讲旧约无关，要安怎？你就无法度甲伊讲耶稣的话你都毋相信你要信基督，讲你是虔诚的基督徒，我嘛无法度甲你辩啦所以有当时感觉讲真无彩，足想要互伊知影真理，但是伊就要甲你辩。我就讲宁可莫甲伊辩啦你跟他辩论就变得个意气用事辩到尾面红耳赤外口毋知影讲恁教会拢咧冤家变做安尼啦24再讲，伊讲主的仆人不可争吵。伊中间本来拜你有发现无？伫今仔日第4章的中间，他强调好几次，不要争辩，不要争吵莫去辩论。伊讲应该和气待人，殷勤善导，处处忍耐。这有困难啦都像我去读经文的时，拼命的讲这很困难不，这个是我们的功课啦咱爱来学习啦甲咱意见无共款的，咱嘛会当来
来学习来接纳伊啦吼，听听啊，无需要辩论啦吼。25章用温柔规劝，这回到什么？前书5章第1节、第2节咧讲到迄个劝勉啊，所以伊讲你莫用骂，莫用辩的，你爱甲规劝啦，爱听就听，啊袂听，咱嘛无法度咱尽力啦吼。伊讲上帝会互因悔改的机会啦，所以你甲伊劝勉，吼伊会听，即马就得救；伊即马毋听，期待将来，将来若悔改，你嘛会得救吼。他们会认识真理，这不是这不是讲保罗对上帝无信心啦吼，但是讲也许是讲这个人到底会悔改无，咱毋知影。但是咱甲伊劝勉，毋茫伊会当悔改，来倒转来伫上帝的面头前吼。26节较趣味啦吼，伊讲这样，虽然他们被魔鬼抓去了，被迫顺服了魔鬼，他们也会觉醒了。彼得前书第4章的第6节，伊讲为了这理由，这伫前几天的迄个提摩信内底有出现这段经文哦。因为为了这个理由，福音也曾传给死人。咱唔知有感觉怪怪无？死人还能够听福音哦？其实唔是啦吼。伫原文的意思是讲，这个听到福音了已经死的人，伊意思是讲，因伫要过身之前有听到福音，因同款有迄个机会，伫上帝面头前安那来得救，伫将来审判的中间，伊这个大概甲彼得咧讲的有同款的意思。伊讲，虽然他们被魔鬼抓去了，被迫顺服了他，可是他们也会醒悟。咱知影被魔鬼抓去等于死嘛，对不对？然后在罗网当中，他可以挣脱出来，可以复活。这是甲咱各外信用是其实没有冲突啦吼。好大概今仔日甲咱分享的大概到这安尼吼。好，咱有啥物款的要来分享要讲的无？我想要甲大家分享20节家哈。伊咧讲每一个大屋子里都有许多器皿，不仅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的用在特别的场合，有的用在普通的场合。我感觉讲，拄啊开始，熊看到这的时候，刚刚讲，就是好像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有的人是金器，有的是银器，难道有阶级之分吗？拄啊开始也感觉讲，难道有阶级之分吗？唔拄后壁伊的意思就是讲，因为有这些。大家每一个人就是上帝安排一个器皿，为了要成就上帝用在适合的场合，就是完成上帝的工。所以拄开始读的时阵，感觉讲，有这样子的一个阶级。到尾读到尾才知影讲伊的意思是安尼。搁我感觉保罗吼，伊足敖的，伊我唔知伫倒哪一卷书啦，伊咧讲我们的身体。有的人是眼睛，有的人是手，有的人是脚，肢体不一样。可是每一个人就是所负担的功也是不一样的。你眼睛就没有办法做嘴巴的事情。一定要有在哪一个位置上面有他的职分这样子。我感觉这真大的勉励啦。多谢，很好的提醒啦吼。你个平平，你拄则咧讲的吼，来看一下，伫遮吼。倒一卷书哈。哥林多前书12章第15节开始，第11节这边就开始了哈。基督就像一个身体，12节这边有没有？一直下来，你耳朵不能代替嘴巴。你脚不能代替手，当然有些人可以啦，因为像有一些没有手的人，他可以用脚去代替，可是不能完全代替啊，他可以学习来补足啦。其实那不叫代替哈，对，所以有的兄弟姊妹，互人感觉是真谦卑，有的感觉互人感觉是伤过自卑，讲我伫教会拢袂当做啥啦，我拢嘛无做啥。
恁做迄较熬的啦，是安怎？其实咱拢毋好安尼想，咱每一个拢真重要。对，咱拢毋好安尼想，对，因为后世不分没有阶级之分，都是上帝很宝贵的工。咱来看哥林多前书12章23节，伊讲在我们身体上那一些看起来不太重要的部分，却是我们所特别爱护的；那些不太好看的部分，尤其是为我们所关注。那些比较美观的部分，就不需要特别加以装饰。所以保罗伫这其实咧讲到足重要的代志，然后24节他说把更大的光荣分给那些比较不美观的肢体。咧讲到迄个彼此的疼，所以25节讲要使整个身体不至于分裂，各不同肢体要能够互相关怀，这个叫教会。对，这是真重要的。多谢平平的分享。多谢牧师，你用这个圣经过来回应我头拄讲这，我感觉安尼上介好，这查经就有意思的，就是用现根的话安尼安尼就有意思的。谢谢。我感觉话太济咧，我还佫有一个感想，我感觉讲吼，我感觉讲，你讲在25节啦，就是伊都讲主的仆人，你就不能跟人家争吵。其实不是主的仆，我们都是上帝的奴仆啦。我们都是，虽然我们不单职，可是因为我们是认识他的人，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人看到咱，就爱有亚瑟形象，当然迄真困难啦。这个他在讲主的仆人不可争吵，他应该要和气待人。当然，这个目标他是说主的，伊是咧指，唔拄我感觉讲，咱嘛是爱安尼，咱定定有当时咧批评，还是咧对一个人真失望，还是讲啥？唔拄你看，伊咧讲你要和气待人，用温柔规劝敌对的人，也许上帝会给他们悔改的机会。讲这句话。你不是上帝啊，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未来会是怎么样，你怎么可以对他的态度是好像他是没有？对，其实我知，其实我可能爱跟你分享，你讲主的仆人的定义是什么啦？那有当时啊，感觉讲主的仆人好像就是像牧师啦、长老啦，哈。但是你若搁倒转去看哥林多前书12章，伊咧讲到身体的肢体的时候，其实每一个部位都是上帝的仆人。你每一个在服侍人的人，做各样善事的人，都是主的仆人。我说，那这样子来讲的话 ，OK， 我若是敢若是信徒来讲，我敢若是信徒，安尼我都不是主的仆人。我就不用温柔的待人吗？有的人会安尼用说，有些人会这样说的。你伫教会说，你做长老的，你哪会对人安尼？我感觉迄是唔是讲你做长老你才爱安尼，还是讲你做牧师你才爱安尼？咱信耶稣，咱都伊的印记的时候，我们要很注意我们的谈吐还是怎么样。我感觉讲，亲像我会信主，唔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我是因为我的朋友基督徒。我感觉讲，伊是基督徒，伊哪会甲人无共款？我是因为安尼，我才好奇。我看到伊国中的时候哦，下课的时间，伊咧看圣经呢。我想讲，这样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那我就很特别的注意他。原来他是基督徒，我就觉得基督徒是不一样，我就觉得说跟一般我认识的同学不一样，所以我才会对这样子去受到吸引。所以我感觉讲，有的人你要讲传福音的时阵，当然传福音最重要，唔都见证够重要，可较直接让人去接受那个这个信仰啦。谢谢。
有人要分享无？你咧讲啊，你头拄敢是讲真济？真像，阮即个拢讲大声的哦，那后尾啊，这正经的拢无要。阮是热场子，暖场。我说啊，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好。譬如讲吼，你要讲下。问题儿童。不是，我今日无，我咧读的时阵，我就咧想讲，不要争辩，真的是不能争辩。可是哈，若是那个场合，比如说有一个人直直咧要甲你辩，啊，毋拄边啊，就侪人伫边，莫讲就侪人，有人伫边啊，让3号也会期待你要怎么回答他。对不对？有人比如讲一个对真理我是讲无相信上帝，无相信耶稣安尼，伊要伫迄个所在要甲咱辩的时阵，咱嘛知影讲，你甲伊他是来挑衅你，可是我们不要跟他讲。可是旁边若是有人在期待说，你是基督徒哦，你要怎么讲？那个时候咱要安怎？OK， 基本上吼。比如讲安尼好啦，讲伫咧带查经的中间，轮流分享，也是讲轮流主持，有的人的想法就不共款啦。我捌一个学哲学伊咧想的物件即个天马行空，你知影？你就爱甲懂啊，而且你要用圣经的话告诉他，这个是不是这样解释？然后到此为止。不要再跟他辩了，佮辩下去吼，伊愈有机会讲一寡歪理出来。用圣经的话吼。对。适可而止啦。不然变成你有一些人喜欢辩的人，他就看你跟他回，他就好高兴，你知道吗？对。David， 你要分享吗？我想要跟分享这20节啦。20节，咱头拄你讲的讲金银木瓦器哦，你看咱不讲一摆，迄个金银茶为的器，咱头拄是讲大家人的迄个。比如讲你大家人温数吗？会当讲是温数。我甲讲检测会当用一个角度来看啦。我讲咱看咱17节、16节、17节啊，有讲伫讲遐个话互人。离开上帝啊，是讲遐个人，遐个人啊啥骂你，生毒瘤其中有迄落苏米那甲维利图嘛。伊是讲每一个大个厝内底拢做一种气盘，做一种 material 咧做嘛，所以。检测伊讲有诶爱做啥物？做特别诶场合，有诶要做来用迄个啥有诶做贵气诶路用，有诶做下节诶路用嘛。所以检测讲像咱若厝内有诶。咱咧厝内咧做物诶话，检测有诶物是要做来咱咧食饭咧用诶，洗甲足清气啊。但是不管咧检测，咱咧食饭检测有诶嘛是金诶、银诶，嘛是有茶木诶，嘛是有用灰啊咧食，但你若洗甲足清气，咱摕来请人客来食饭嘛，这人用啊。
啊，若讲厝内底，粪扫人。啊，为了迄个人，咱的厝内底你嘛是有用米咧做粪扫人的啊，嘛是，好对无？啊，我是感觉讲，伊这检测有若咧讲，一个教会内底，有若是你也无结晶，咱家己你就有诶就想，迄个你讲诶迄个苏米奈甲菲利斯，迄个伊咧讲迄个角色，你个角色检测来讲，你就无清气嘛。啊，你若有清气，你来当做好诶路用，贵重诶好诶路用，变做咱来请人客，会当来食米，会当用。啊，你若无做迄变做。检测伊嘛是，你教会咧讲遮无稽之谈，讲互人分裂，但是你这变做你得顿说诶，是这意思吗？当然。咱来看圣经吼，罗马书第12章啦吼。其实我足爱这段吼，特别是第12章的第1节到第30节中间吼。第30节伊讲，凭着上帝给我的恩惠。我要对你们各位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倒要谦恭自守。个人按照上帝赐给他的信心来衡量自己。后边又讲到教导啦，讲到服务啦，讲到宽免啦，讲到慷慨啦，讲到这个领袖啦，讲到人民人的无同款的物件。然后伊伫迄个10节以后。咧讲到教会爱有手足之情，爱相听，爱相款待，吼，等等遮的吼。其实你也注意啊，看保罗伊咧强调的代志足清楚啦，吼，就是讲伊爱咱看家己真清楚，做一个适当的角色的人啦。我定咧讲，咱拢穿足水的去教会啦。但是咱若看到教会外口垃圾味道，咱拢无去插，内底就好啊，咱入去内底安尼。若外口的人经过，感觉讲啊4个礼拜长吼，敢无人咧，会有迄种感觉啊吼。所以会通举一支扫帚伫遐清病的人，嘛是一个真重要的器具。吼，伫迄个教会咧做招待的人，互新来的人入去，会互伊感觉讲。这间教会足温暖的，我足想要来，迄嘛是足重要的器具。无事伫顶悬聚会，伫顶悬弹琴，伫顶悬讲道的牧师，每一个角度的人拢真重要。比如讲，咱即马，咱伫quarantine，咱伫这个所在的网络聚会，咱有足侪的朋友来参加，迄嘛是因为咱逐个去招。所以每一个人拢有做伊即种足重要、无共款的角色的工作，然后咱还组织伫这个所在，成做一个借着 internet 的礼拜啊，一个教会。这其实是保罗咧强调的物件啦。哦，对咱来讲，即马 internet 看袂到的，这嘛是咱的金器银器啊，哦，嘛是咱的物件。咱咧 iPad、iPhone 也是讲电脑，嘛做咱的武器啊。哦，咱嘛是无义务，咱就看袂到啊，拢足重要，每一个环节拢真重要。一台车要互驶，你袂当讲这螺丝无重要，你甲掀掉，有可能就落链啦，是毋是安尼？哦，所以其实保罗伫我拄则一直有讲伫哥林多前书12章、罗马书12章，伊拢一直咧强调这个一个整体，伫基督内底的一个整体，每一个环节拢足重要。所以，伫我拄则互咱的迄个PowerPoint 内底所咧讲，咱会当做合用的器具，吼，合用的器皿，这咱真重要。后壁即句话，上帝合用的器皿来完成这个巩固的基石。这是保罗伫遮较重要要甲咱提醒的部分啦。多谢 David， 互咱的无共款角度的思想啦，吼。当然，咱知影讲，遐个离开真道的人，他们就是碗没有洗干净啦，不然就是用破碗啦。
哦，安尼啦。牧师，讲教主日了嘛吼，所以我那经过足侪安尼咧车轮子，所以若是讲即马来讲的时阵，我有当时啊头壳的迄个记忆力吼无遐紧啦，所以要含人争辩就无较无法度。啊，进前的时阵，教主日落的时阵，常常尤其是有迄落大陆来的无神论的人，拢会出来甲我车轮子。因圣经原来背甲足清楚的，所以我经过足侪遍，讲不但车轮子以外，迄落教会内底嘛是有讲拄咧教主日落的时阵，有人起来讲，即个教会内底的迄个宪章，也是讲，比如讲迄落袂使有女牧师这项代志，原来有起来争辩。迄阵阮拢介绍大家，几乎大家是拢是为留学生了来信主，毋是讲对圣经讲足捌的。迄阵吼变做教会原来有对这个女性袂当做牧师这个代志，有法度去含伊反驳安尼。所以原来有引起一项代志，所以就是讲，这个争辩吼，你若是有法度讲圣经作写，会当随显随迄落的时阵，你都有法度讲，较有法度去convince人。若讲像即马我75岁啊吼，有当时会袂记你啥吼，你要含人争辩的时阵，你有当时你想着遐，但是你忽然间翻袂出来，所以这有困难吼，这有这个困难。伫这个你家看圣经。提摩太后书吼，提摩太后书遮有一句话是足侪迄落，算讲伫华神毕业的学生吼，有足注重的一句话，我和大家分享，就是他在迄个。第二章的13节遐吼，就是讲我念互恁听吼。13节。这就是讲，如果我们失信哈，他依然迄个信实可靠，因为他不违背自己哈。迄个。林道亮牧师吼，伊常在，伊有咧赶鬼，搁有咧迄落，当时去共医治，伊拢敢讲足侪讲，伊碰着迄落去赶鬼的代志吼。搁有当时伊感觉讲，算讲若吼，迄个魔鬼调去的人吼，伊有当时就是讲用即几，比如讲即句话。甲约翰福音10章28节，迄张讲，就是讲迄个耶稣比万有都大吼，他不能从我手中把我夺去哦。即句话来，当伊赶鬼的时阵吼，就用即个话来当做武器安尼。迄个另外一个彩绘吼，灵粮堂迄边的时阵，伊大部分都用，可能是伫约翰福音第1章吼，我即马袂记伫对啊，就是讲万有拢在我里面的吼，都比外面的更大。迄个这3句话吼，就是因有当时咧含属灵征战的时阵。因用当做武器，今仔日伫遮这第2章即句话吼，会当甲你互一个确信，等于讲上帝的迄个应允吼，伊
一定是上帝不说谎的迄个一个证明。因为纵然咱已经有当时对上帝会放弃，会背叛上帝，但是上帝他是信实的，伊袂当讲话反转来讲，伊家己个无正确的话安尼讲倒转来安尼。所以这句话那是算互阮伫迄个阮上课的时阵，也是讲伫阮咧学习的时候，这句话是互阮足重要的。迄个算讲处理属灵征战的时阵，迄个抓做把握的器具安尼，分享呀。好，多谢。当时要转去教会，是毋是差不多可能后礼拜还是6月以后？阮这个礼拜日，阮就会转去遐，吴师娘要去遐聚会，吼，咱原则上是无讲大家拢总直接转去，就是讲咱慢慢，咱嘛要 ready 好势，看要安怎来保持，要安怎来，互大家会通莫受着伤害的情形下面。当然，咱教会人数伫 understand 啦，吼，就是讲1 quarter 嘛，吼，1 quarter 照咱的位置，咱差不多拢转去是拢 OK 啦。若是讲即马就是讲，咱一寡同工服侍，同工先转去，一方面做 physical 的迄个 service，一方面做即个 online， 同时吼，来做。慢慢，咱若大家拢 get ready 要转去的时阵，咱迄个原则就是爱保守伫个隔一排坐人啦吼，爱戴喙暗啦吼，爱清即个咱的手顶遮的，咱拢会当做。咱原则上就是讲，无法度 serve 迄个中昼顿，吼。maybe 若算讲要爱大家拢做伙转去是毋是？咱的时间点管爱安怎调整，还是安怎控制？咱才过来谈安尼啦。我吼，迄个有小可甲大家小可提醒咧吼。虽然讲若是倒转来教会吼，因为照即个疫情讲起来的时阵，咱伫 Orange County 这边遮，实在讲是无赖，每一日拢咧迄落，所以大家吼爱保持警觉，毋通讲若像外口的人感觉讲哇，已经会当若像 Stage 2、Stage 3，但是实际上迄个危险性搁较悬。Yeah。所以无说你即礼拜就是你搁吴师娘去，搁那个含笑师母诗情那个怎么办？诗情那个我们先录起来，还是用那个录的那个方式？对，那因为没有麦克风，那个收音效果就很差。对，我在等那个东西来。我再试试看。信息还是用 download 下来的？还是用 download 那个，我先 download 下来。就是轮到我们服事的时候，下个礼拜我们要去教会吗？我的东西大概6月2号、6月3号会来，我会再去礼拜堂试试看。那再联络看，对，我再跟你讲。需要去还是怎么样？呀，我再跟你讲，好。唔好相信政府啦，伊拢学着讲。相信上帝就好。我今仔日吼，含一个兄弟做伙啦，伊甲我讲吼，当然有保持距离啦吼，有挂喙暗啦吼。伊甲我讲，这2礼拜内底，伊的朋友内底有3个过身去啊。因为 COVID-19 哦。伊毋知，伊无
有一个是较硬，但是有一个另外就是讲，伊无讲介较硬，但是拢是2个70几岁，啊一个84岁。哦，哦，确诊的对啊。一个是有确诊，另外一个就是讲，介生活啊，啥物安怎，就是，但是就是讲伊年纪大嘛吼，所以也无讲去筛检啥物啊咧。哦 ，OK。我爱家属要注意。拄即马吼，即马嘛是我听嘛是真侪迄老大人吼，我感觉真感谢阮婆婆已经去天顶啊吼。啊，我亲像阮查某囝，伊即个年岁，就是因的朋友的 grandpa 吼，有诶迄 grandma 伫咧 nursing home， 啊 grandpa 甲伊住，啊，就无法度去看 grandma 对无？啊，伫厝里佫无法度出去，啊，都depress， 逐工哭。足可怜的呢，嘿，足可怜的呢，嘿啊，所以我感觉对这老大人嘛是足辛苦的啊，所以咱教会无即款的老人，敢若老无顺流，啊好佳哉伊佫甲2个、3个古锥的带做伙，啊所以无差，啊伊佫元气嘞，元气嘞是呢，老无顺流往看咧。啊，恁有咧食 probiotic 无 ？probiotic。你讲啥 ？OK， 啊无我小可甲恁建议一个啦吼，我是拢有去买迄个像 yogurt 迄款的啦吼，啊有一种牌叫做 Kefir， 哦，伫迄个普通的迄个 market 拢有。即个物仔最主要就是讲，甲你 restore 吼，互你的胃肠方面、肠胃方面的迄个健康的细菌较侪啦。哦。哦，啊，你若是这较少的时阵吼，有当时也有可能你的胃肠会烂，啊有当时会落屎。哦，我看，哦，我知影这。哦，咧 market 内底拢有卖这，啊，对，有诶佫有 peach 的味，有诶佫有。对。呀。这吼，这就是互你，因为胃肠的大肠、小肠迄边也是迄个免疫系统，主要是你的免疫系统是伫遐较济嘛吼，所以你保持你的食这以后，保持你的肠胃的迄个。健康的细菌吼，为迄个正常的细菌，你会当丰富，啊，会当讲会当等于讲有当时会对你的通便也是袂歹，啊，佫会当帮助你的迄个 immune system 较增加。哦 ，keeper。对啊。我说啊，你因为你有迄个血糖的问题，所以亲像迄有诶足侪。unsweet。哦，做你个我看一下。好 ，OK。有迄 unsweet 诶，我哪会毋捌大诶。看到迄真好呢，我买给你吃过。我来介绍。即马吼，你有当时啊糖吼，你有诶是足济对无吼？啊，叫你去找迄个较少准讲1 gram 2 gram 迄还佫无要紧嘛吼。啊，你有诶，你也什么 strawberry 啊啥，迄有诶就足悬诶。买出来无看到啊，就表示。即个牌啊，就是我咧用啊，因为伊诶糖分哦，无讲介济啦。啊，但是你莫食足济嘛，你一日有糖分，你嘛是爱摄取，但是你就是莫过量啊咧。拜托你下带镜头我来。啊。糖爱食，莫食伤济糖。对啊。啊，这款的物件甲 yogurt 佫有啥物无相像啊？这应该 yogurt 是差不多拢是牛奶嘛吼，啊，这项最主要是吼从头啊来，这个名从头啊来是为高加索遐的人啊，就是讲伫迄个中亚迄边吼，苏联的边仔遐高加索遐，啊因发现讲因迄边的人啦，哦90岁的人，咱是足普遍安尼，啊尾啊人去看讲哦，
原来因拢有食即款的，啊，所以尾后怎伫美国有咧卖安尼，这就差不多几啊10年前的时阵代志呀。遮所是古早名无遐尼普遍的时阵吼，足侪人拢是去买原料转来厝里家己做。迄当阵阮查某囝，迄当阵几落年前阮查某囝就家己咧做，啊，结果我都毋知伊原来就是咧做这，啊做啊就来想偌就互死去，内底有一个。你若无食这，你若要去买迄个药啊，迄个 probiotic 嘛是不在啦，对啊。但是我是较爱食这啊。高加索是古早名啦，哎，名叫做阿美利亚啦。阿美利亚，阿美利亚，阿美利亚。伊啊，好，你伫个顶端啦，吼。苏联统治的，啊，即摆已经拢独立啊。伊迄是基督教国家啦。对，伊遐拢回教啊，伊迄基督教。因互土耳其的人甲抬足侪人去啊。阿美利亚，迄人哦，伊人我有当着啦，伊甲我讲伊有100万的，到迄个阿美利亚人住伫伊朗。呀。无共牌啊。恁头拄咧讲，迄 basically 是变做养乐多啦。迄较侪中东的人爱食迄个啦。啊，听讲阮太太讲迄足歹啉的，敢毋是？没啦，酸酸啊。主要我即摆吼食饭哪咧食药啊咧，反正我就甲摆先讲。我介绍啦。工商时间。这是毋是讲我咧卖啊，我咧食一只这。哦，对。Costco 买啦，对啊是这哦，啊 Costco 拢有咧，有当时上卖，你甲买较济咧，哦，这两种，一种这是讲 20 billion， 哦，一这是20 billion。牙较悬的，无看到。这 Costco 你去看拢嘛有，这个介绍的，哦。啊，即个内底，即个讲10 billion， 这较贵，哦，但是我咧小卖，我讲，我咧食这哦，阮老母就甲我骂，哦，食迄要创啊，哦，啊食这吼，我老食这，我逐日拢落地，下来拢会变瘦，但是我。其实我有当食这，我有当时，因为我用外口先下晡时来枵，有人食迄个，拢可以食yogurt，我食yogurt嘛，我食迄个，啊，所以我大概，阮太太拢当知影讲我的味是啥物味啊。了解。迄种味吼，拢差不多有 pattern 的，哦，拢有迄名牌的。了解。啊，所以，但是拢差不多，嘛，拢差不多迄个时间啦，哦，我当时袂甲1摆尔，这阮2摆。好啊。广告到这啊。我叫我你看伊咧食这啦。哦呀。有些就大同小异啦。迄嘛 Costco 的啊。迄嘛 Costco 的。这是我医生介绍的。其实伊个 bacteria 有两种嘛吼。啊，你有食有当时我是感觉讲，换咧，啊，甲食咧，伊就迄啦。你菌种食无共款啊。啊，所以有当找咧小卖，找小卖一样。有小卖就买小卖一样。对啦。啊，无小卖加到贵，有小卖一个拢做4、5块 off 嘛吼。毋过你小卖你都爱看日期哦。有啦，伊这卖日期拢。几多年呢？我这个吼，我这是1月买的啦吼。我迄阵仔买本来想要摕对台湾做单路的啦。啊，是迄阵1月买，这 expiration date 是8月
2021嘛，所以这种日期拢真长。这个是这个较最近买，嘛是3月2021，所以这种日期拢迄落个。我感觉对我来讲，我感觉食这袂歹啦。有你读的。我拢干那咧食 yogurt 呢。yogurt，你讲 yogurt 有诶，当然我本来食 yogurt 啦。但是有诶是讲，伊会讲迄个酸诶，即种迄个中东诶人